迎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发现啊天气变冷啦，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是越穿越多。有人穿呢羊毛卫生衣睡觉，也有人穿厚袜子。但其实专家说 ，no， 不行哦，因为呢这样反而会越睡越冷哦。说到了袜子就是慢。马的就是袜子哦。那么其实专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另外，我觉得睡衣的材质也很重要哦。外层可以是尼龙，但是里面一定要注意要保暖的。我们刚刚提到的睡衣呢，就叫做作睡衫。作睡衫就是睡衣了。你刚刚说的没错，睡衣的材质真的很重要。另外呢，枕头的高度也很重要哦。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适合自己，不然的话呢，很容易影响两骨。两个就是脊椎，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枕头的高度会影响脊椎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枕头嘅高矮会影响两骨。枕头嘅高矮会影响两骨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就要告诉你，睡觉其实有很多学问的。回来啦！对啊，我两骨好舒服哦，终于可以休息了哦。我好累哦，先睡一下。啊，你要这样就睡啊？你穿着毛衣就睡觉哦，这样太暖和了啦。这样子啊，你全副武装睡哦，反而翻身都不容易，血液循环会不良。这外套给我脱掉啦，要睡觉的话，给我换上作睡伞。哦，好。哦，我已经换好作睡伞了，可以睡了吧？不能睡，你刚刚说两骨不舒服，还不用枕头。哦，这样看来真的要好好睡一觉啊，学问还蛮多的耶。真的，而且记得哦，要挑选适合自己的睡衣啦，还有枕头等等。那今天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这些实用的扣家话吧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袜子了，袜子千万不要穿着睡觉哦，袜子叫做慢妈的，就是袜子没有错，而且我们刚刚也提醒了，睡衣的材质很重要哦。睡衣就叫做作睡衫，作睡衫就是睡衣了。另外要提醒大家的，刚刚提到了枕头的高度要注意，不然可是会影响两骨。两个就是脊椎，所以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这句话呢，就是枕头的高度会影响脊椎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枕头嘅高矮会影响两骨。枕头嘅高矮会影响两骨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告诉你，好好睡一觉，这些功课得要做好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